大家好啊，講一單呢係香港人喺泰國發生嘅案件啦。咁今次呢，我會以 point 嘅形式去講，等大家了解下究竟成件事係合唔合理啊，定還是係有冇嗰種嘅細節係喺裡面大家係唔知道嘅呢？我講嘅嘢呢，就會透過東張西望佢哋嘅報導呢，而係作出分享嘅。咁一男一女啦，18、19歲，佢哋嚟到泰國嘅清萊度旅行。咁旅行嘅期間呢，佢哋翻去清邁嘅路上呢，係發現唔見咗 passport 啦。然之後咧，呢個時候咧，佢哋嘅簽證咧係未到期嘅。咁重點就係咧，佢哋唔見咗 passport 啦，但係冇去報失啦，而係佢哋自己揸翻電單車翻嚟揾。咁但係個途中咧就發生咗意外，因為被逆線嘅車輛咧就撞埋咗鐵絲網度。咁男同女咧都有唔同程度嘅受傷嘅。接下嚟咧，佢哋就喺醫院度咧係住咗2個星期啦，然之後咧就好翻，又出院。住院嘅期間呢，個護照咧就已經過咗期啦。咁但係咧奇怪嘅就係咧，佢出院咧，佢哋個護照過咗期咧，又再重新租車。咁但係咧呢度咧就有個小插曲，就係佢哋同租車公司咧發生咗糾紛，然之後租車公司咧就報警，咁啊揭發咗佢哋咧其實係逾期居留啦。咁咧之後咧就有警察嚟將佢扣押上庭。咁但係咧奇就奇在咧，原本咧就講啦，交咗罰款咧就可以離開。咁但係咧又出現咗貨不對版嘅版本啦。咁有唔同嘅人咧就同佢講交唔同嘅錢，咁最後咧佢就應承話係交呢筆錢，但係就因為超過咗個時限，人哋咧就唔收錢，咁導致到而家咧就仲係喺個監獄裏邊，就唔知道幾時咧先能夠離開，同埋要交幾多錢。大致上係將成個嘅背景咧就講晒㗎啦。好啦，咁聽完成個事情咧，就有幾個位我自己覺得要同大家再講講，等大家諗諗嘅。咁點解咧喺清邁嘅時候咧唔見咗個 passport 咧，就唔係第一時間報失咧，自己翻去揾呢？咁之後喺醫院好翻嘅時候咧，就已經知道你個簽證係過期，亦都再加唔見咗個 passport 啦。點解仲要第一時間去借車，而唔係應該留翻喺原地諗辦法去知道確實究竟下一步應該點做呢？咁去到庭嗰度啦，咁交個錢呢係貨不對版啦，有唔同人講俾唔同嘅錢啦。咁但係呢，去到超過咗個時間啦，咁而家呢，就再講呢，佢哋嘅案件呢已經係交俾其他部門去跟進啦。咁呢個位呢，我覺得又有啲奇怪嘅，即係我就以一個正常遊客角度啦，佢哋2個人呢，自己自駕遊揸車去到咁遠嘅地方啦，去到清萊嗰邊啦。其實因為我自己呢，以前有其中一任嘅女朋友呢係住喺清萊府嘅，咁我都比較熟嗰邊，尤其是清萊府啦，佢直情係可以望到對面老撾同埋望到緬甸位置，佢有一個金三角個位噶嘛。咁個位其實係好容易就可以有自己嘅方法係去到另外一個國家。咁再加上佢自己2個自駕遊嘅時候，咁多個位置都係唔見咗個護照，但係都冇做任何嘅報失呢。咁我就覺得係有少少耐人尋味啦，或者係叫做咁樣講，一個唔係當地嘅居民呢，如果唔見咗護照，唔應該會有咁放鬆嘅心態。咁唔知你又點睇呢件事呢？